而家咧就喺林村河上面遊走緊嘅咧就係兩首咧就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嘅遊夜龍啊！咁其實遊夜龍咧就係源自700幾年前本地漁民咧喺海上面救助咗宋朝皇帝嘅事蹟發生嘅一件傳說嘅。咁佢哋咧就為咗紀念救帝事件啦，每年都會喺端午節前夕咧舉辦呢